港上水的林小姐。这就是咱的真正的女神。对，上介水的女神。第二水的是啊。今仔日要去佚佗的所在，甲这正港的女神有关系哦。哦，但是这女神吼，在咱台湾吼，四界拢有伊的别庄呢。拢有妈祖的踪影，是不是？系啊。但是上出名的，上出名哦。嘿，什么所在？上出名足济哦。你搞讲话哦，没有得罪哦，无啦。让我跳。嘿啊，今仔日咱去佚佗啦，无咧跳啦。咱去佚佗要去什么所在佚佗咧？今仔日要去北港。哦，北港朝天宫啊。对，大家讲到北港呢，就一定会想到你拄仔讲的。朝天宫，朝天宫。但是呢，虽然伊是全台湾妈祖信仰的中心，伊阁是一个足有名的美食基地。啊，对吧？规条安尼吼，拢真好食。你上介意的，阁有美食，阁有足趣味的故事。今仔日要做伙去北港佚佗。安尼水，嗨，安尼我找两个啊婚姻人诶。婚姻人，嘿。这届唔是迄个民川老师啊，伊来受大概若是婚姻，拢是伊，拢是伊，看伊是婚姻人，活人，哎，小派啊，有人啊，紧来哦，小派，大派，小派，有人，你是婚姻倒位？我是刀啦，嘿，啊你咧？轮背啦，轮背是轮背，听起来就唔得讲。你也是轮吧？你是轮背，你是轮背是啥物所在？轮背啊，轮背。哦，啊你两个自细汉拢有去妈祖遐拜拜？那是一定的哦，是一定的。哎呀，我今仔日嘛就安怎？有穿红菇粿来。哦，穿辛苦，辛苦，这是红菇粿。拢是啊，吼。我当作是卡垫的。差不多叫咩？你听有啥物叫做卡垫哦？卡垫窗帘嘛。窗帘。卡垫啊，伊拄仔有讲啦，无啊，今仔日要去转去恁的故乡去婚礼，去北港来佚佗。啊，今仔日我的导览先生呢是足古锥的一个人，伊是北港人啊，因兜本地是开花店，啊，十几年前呢，伊妈妈过身，啊，留落来足侪花干仔。啊，伊就甲这花干仔做成艺术品，啊，北港的大街小巷拢会使看到伊的作品，啊，伊甲北港的每一条路的故事嘛，拢清清楚楚。啊，今仔日要食美食，啊，搁有听足侪趣味的故事。好，来欢迎我的导览先生，喷雾艺术家光哥。嗨，你今仔日西家带眷呢？对啊，我陪我妈妈，跟我囡仔时阵。哦，这是妈妈，这是我，这细汉我来。哎呦，这位来。看来今仔日有足侪感人的故事。故事要甲大家分享一下。是啊，分享正正呢，咱有口号要画一下。哦，好，啊，甲画一下。你准备好未？我准备好啊。好啊。好，来，我先来。好，你先。北港的妈祖上灵验。北港的古街啊上和盛。欢迎专家到店来。互你有食，搁有力，耶！欢迎光哥，欢迎光哥，哎嘿，光哥，来，这好啊！今仔日咱有托婴中心，是，哎，安尼啊，托婴中心，拄啊，阮兜嘛两个啦，够乖的拢袂差的啊。光哥，这你做的哦？这我做。啊，这是用啥物做的啊？全部拢是花盆。哦，你看花盆，这真正是花盆。花盆，全部拢花盆。我以前看花盆，真正想袂到讲会当做红啊。啊，迄个帽仔嘛会使甲起来。这个帽起来，滴看卖咧。你要滴看卖无？变安全无？我一定我你滴。来哦。会使呢。会使安尼，这我就炸断啊！啊，这顶较大顶，这顶。我顶下呢。哦，啊，你讲小大，你看讲，你看讲。啊，卡哇伊！这看袂着咯啦，这合理的啦。那想要做这啊？
我妈妈伫北港的，伊本来是开花店。嘿，啊，妈妈无去了对，咱讲看到物件就想到人对无？啊，我就家己留落来一寡。其实当初是创作的时阵，迄个花盆是使用过。啊，使用过咱因为咱换盆来时阵会大大小小，伫花园拢塔几头无，家家户户拢塔几头。我就做迄旧的花盆啊，来做一个红啊，来怀念妈妈，来纪念伊啊。啊，这是我创作的开始，但是这已经是17档前了。这一路行来吼，嘛是安尼跌跌撞撞啊。当开始做迄身吼，我甲踩伫，阮咧电梯跳卡，隔阵间我就去互骂咯。是安怎讲？你知有啥去互骂咱？伊讲啊，倒一个死囡仔创一个安尼怪物伫遐，还惊一个。怪不因第一身做起来吼，无可能很水。啊，加上咱是用使用过花盆啊来甲做，反正有垃圾嘛，爱褪色嘛。啊，原创一定无上水嘛。啊，所以人行过你习惯，咱就是讲，你像有一个人伫遐，哎，看到迄个无果水，当然去人惊着。啊，不会惊着啦。是安尼啦。啊，尾来伊甲你讲，你嘛不爱参与得着。啊，咱来检讨啊。检讨。为什么去人惊着啊？迄那我就不爱参与啊。我做我的，跟什么关系？啊，来检讨再继续个啊，改做。所以安尼17年落来，你差不多做几身？你敢有算？我歹算哦。歹算。上千有哦。上千。啊嘛做到国外。哦，国外。日本啊、南海啊、澳洲嘛有，拢有我的作品。嘿。我嘛当时是2017年嘛去澳洲邀请去做咱台湾甲个雪梨文化交流。哇！有去七高康的。是国际艺术家呢。哇，international 哦。所以你摕去日本啊、去澳洲啊，伊嘛是拢采咧外口，互大家看得到。家户拢有一个花园嘛，啊，所以最重视这种物件。是。去交流。歌舞创作以外，歌舞社区营造，带动这个风气。所以光哥就无用呢，你知吗？有厉害。所以光哥你的创作吼，不是干讲遮尔细身的红仔嘛，有搁较大身的红仔嘛。有嘛，大到一楼悬。哇！一楼悬对。今仔你倒咱内容敢看会到？那就袂。袂晓。啊，第二这嘛做动物啦，12生肖我嘛做。哦。爱看敢袂Google会到？Google 会到，Google 会到，家己去 Google 看。趣味，经传大家看者。好啊。欢迎光哥。欢迎光哥来。大家好，我是陈伟光，今仔要带大家去北港。北港是一个好食好耍的好所在。我这是咱北港朝天宫，啊，但是我要考一个好字的。哈，北港到底是属于台湾哪一个县市？北港。对。云林吗？但是外界足侪人，因为北港的地理位置吼，是伫云林的上南边。对。伊过一条北港溪，过北港溪就是嘉义。对。所以足侪北部的朋友一直拢讲北港当作是嘉义。北港常拢讲家己，要像我住伫岛内，常拢有人讲你是不是中华？因为拢当作伫中华呢。岛内中华。因为岛内过条溪就是中华，啊所以好会叫大家误解。啊，趁这机会，大家知影北港是属于云林县。对。哦，即马知影。对。啊，大家来北港上名就是朝天宫嘛。对。来朝天宫一定是要见食到咱讲的女神。女神就是咱的妈祖婆，对。啊，我希望大家既然北港遮尔啊有名，大家拢来拜拜。但是我希望北港水的所在，也有这庙宇的建筑。所以庙宇的建筑，这就是咱的空拍图。其实朝天宫伊的腹地非常的大。好，啊，伊水就是这个厝顶的所在有一寡艺术品，迄叫做剪黏。剪黏的剪加刀的加，啊黏就是黏物件，迄黏剪黏。好，你甲看你身躯这个形体，伊所有的作品啊，不管是花鸟啊、动物、生命，对无？伊绝对无两身一模一样的。因为拢无共。逐身无，因为伊毋是开模啊。你看伊身躯吼，这安尼有啊，一块吼，你就想袂到，迄就是咱往咱的碗公，咱的撇啊，盘子嘛。盘子对。啊，甲胶破。啊，你加伊种物件吼，伊毋是纯纸，你加咧破咧，伊迄个形体。不规则，所以念起来大家作品会无共款。这念这个物件，是做好才起去，还是安怎做的？好，你讲，我你上紧。那
哪做哪念，哪做哪念，看倒位有去甲，佮甲伊豆豆补起。啊，所以迄师傅是伫倒咧做？伫咧顶面。对，伫厝尾顶，伫厝尾顶。所以伫迄馆顶，规工就伫遐咯。这个庙宇吼，馆顶这个鸟啊、动物啦，还是做艺术品啊，伊的作品也愈侪，代表这间庙宇伊的香火上兴旺。啊，咱内底有一个老师叫做柯迪阳，柯迪阳老师今年76岁。伊有一架子60档人生的岁月，都是伫咱的庙宇的厝顶完成。所以应该定定播落来吧？无啦，伊遐伫咧，伊遐伫咧。播落来，伊敢若播来一届，爱休困一个月。你伫咧厝顶，哪有可能逐届拢较稳定？人有练过啊。妈祖婆有较信的。好比。所以我希望讲，咱的香客啊来咱北港常常讲拜拜的时阵，只要你甲妈祖婆咧讲你的心愿的时阵，希望你目睭会使看见咱庙宇的馆顶的水。上水的风景其实是咱的庙宇的厝顶。对，你拄只真一张迄啊，迄个角度足水的，我毋捌安尼看过朝天宫。真吼，真是这张够水的。歹势是我翕的。你是伫对翕的？徛伫对？我这是用人肉空拍机。人肉空拍机。就是我摕我的手机啊。吼，啊，咱后壁就是叫咱妈祖的景观公园。对。咱有一些妈祖婆非常非常悬。伊拄向对花梅洲两个神妈祖婆遥遥相望。迄个景观公园，这景观公园，我看的角度也是大家拢看得到的角度。我无坐直升机去哩啦，所以人肉空拍机是我本人摕手机啊，为这个五楼悬安尼翕倒落来，就才翕到这张图。所以这个公园应该是新的吧？哦，足久啊！足久的，几啊十年前就有咯。我唔捌呢，我就刚才去朝天宫尔。啊边仔食物件，对，一定爱还原这个角度。哦。拜了对吧？甲妈祖讲足个心愿了对。你讲伤久会安怎？巴肚枵。对，巴肚枵。巴肚枵要安怎？食物件。食物件，咱北港的小吃上有名，所以在朝天宫的边啊有足侪好食的物件。啊，我今仔要介绍。这行，你一个对的，这是啥物物件？其实这叫做鸡鱼刀。鸡鱼刀，鸡是真鸡的鸡，鱼啊刀叫鸡鱼刀。啊，为什么叫鸡鱼刀呢？因为早期吼，其实我北港有一种阮算沿海嘛，啊有种鱼啊叫做免鱼，免鱼的肉足油的，足好食，但是免鱼真贵。啊，所以是毋是有一个俗语？俗语你讲？有钱。有钱食免对，无钱免食。哎呦，有钱啊，钓乐透吼，你就请大家食免鱼；啊，无钱的时阵，我就请大家食鸡鱼刀。是足贵的。对，啊，因为鸡鱼刀啊，就后来有一个业者吼，业者来研发嘛，讲既然咱无真正的鱼刀通食对无？咱就来用猪皮。猪皮叫做崩皮嘛，啊崩皮煎了对无？煎了伊就咱切，啊有一芳嘛，有咧空隙对无？啊伊甲砍鸡了，这个鸡仔入咧咧崩皮内底，啊你食咧口感，甲食真的鱼刀是共款的。所以这是 DU 泡嘛？嘛是会使讲，啊所以阮讲鸡鱼刀，食起来这个 Q 的 Q 刀，就是甲真正的免鱼共款。所以讲到安尼，敢会枵？敢会有咧？我无看到咧。来哪食哪听。哇，这就是鸡鱼刀。这鸡鱼刀。真正有。哇，来哟。来，你讲啥？我烧的呢。我拄啊吼，遮尔啊。拍拼伫咧抢答，就是为着要食物件。我想讲，想到我抢答遮尔济地啊，都无物件通我食。真的有烧啦！你看哦，这就是鸡，就是这嘛。这个是这，那个青的崩皮。哦，这汤头有甜诶。来食看觅。好食，好食。恁哪食，恁哪讲。啊，咱这个食的过程中对吧？吼，我一看觅。恁这个食历史嘛？哦，鸡鱼刀砍鸡嘛，啊，但是砍鸡咱像你食汤的意思嘛，食袂饱嘛，对，所以你是毋爱个叫一个米粉炒咧，啊，你一看觅，安尼如果安尼一顿，爱开偌济钱？啊，到了100， 40，70，铜板价50。
统办50，所以50、60、70、100拢有。正确的答案是65。假鱼多40，比分差25。哦，我中我。比分差我就是无食到，食到我就会摇会。你就摇会到了吼。我挣我40块啊！哎呦，啊，比分差啊，有无？比分差嘞？无过我摇无啊。对啊，无过伊无食。没料啊，没料。你食有啊，今晚都够啊。哎，暖胃，嘿。啊，伫大家食饱了后，慢袂记钱。要离开北港的时阵，北港有名就足济乌米仔个。其中上名上代表性，一定就是大饼。你看足济乡客拜了，伊手拢掼一红色的茶啊，甲大饼炸的。其实大饼毋是讲咧嫁出来时阵才食大饼，即马少年人嘛做爱食大饼。我介绍即间阮北港在地足有名立行动的大饼。吼，啊当然大饼上名叫做状元嘛。安尼我问一下搭配咧，你想要食状元饼？状元饼是啥物？状元饼内底的内容吼，就是绿豆丝啦，吼，啊有肉角，啊内底有两仁，啊是甜甜的，搁有甜甜搁带一个咸咸啊，啊咸香，迄个状元饼。我爱，因为我嘛要啊，但是我无准备我的。我你你食素食的，真袂使食。对啦，但是我啉看。你啉看，你啉看。做袂掉啊，有甜的，你讲肉的迄种汤，甜甜的是白菜甜啊。食了咸的，会使食甜的啊。会使啊，啊所以人讲食状元中状元，食状元嫁状元。所以你一定爱食状元饼。安尼你3人食状元饼，你来我就需要呢。马上就来。哎，就是弯。哎，弯，所以这是状元饼，还是这是状元饼？咱有几啊种口味伫内底。这拢是状元饼。我状元饼是家一种。啊后来佫继续研究做一种口味，绿豆，啊，你一看嘛，这是状元饼。来，拢是无共口味，这不是，看无多些人。这感觉是传统的，这每一种看起来拢最好食的呢。哇，这有麻糬呢，什么？哇！我细汉时阵最爱食这，我阿妈大概去北港拜拜的时阵，伊拢会买大饼。所以即马食大饼唔是老人的专利啊，即马少年嘛拢爱食大饼。系啊，这有个进化过的呢。有进化过，即马做者种口味，即马佫有加一寡核桃啊、松子啊、芝麻，嘛会使养生。哦，这足棒的呢。是。啊，迄个甜度伊佫有甲调整过，无遐甜。对哦。啊，调时阵食着拢足甜的。啊嘛较大，即摆袂。拢袂。嘿。啊，到底因有食着状元饼无？有，应该有啊！你有食到咸甜啊，有两仁，迄拢是状元饼。啊，是状元饼，对。啊，你会使嫁状元。就是啊，啊，不过我已经嫁啊，不要做。你啷？安尼你啷？叫你啷去考状元？叫你啷去考状元？考状元对。啊，等你食饱了对无？吼，如果有时间，我会建议大家吼，因为咱食到开场有讲过，北港的古鸡啊上好耍。啊，所以伫咱北港有足侪做人情味的古鸡啊。啊，这条要甲大家介绍，这条叫做两公行。两公啊？两公嘿，对两公。看起来袂歹，哪会两公？哦，两公是听那是怪怪对无？对。啊，甲大家分享这个故事。我叫陈伟公嘛。啊，我隔壁带一个艺术家叫做柯碧公。柯碧公嘛会使啊。所以这是恁兜的行啊，是无？这阮兜的行啊，对啊。哦。后来咧，要咧号名，这条行啊，种号名叫做两公行。啊，所以讲，阮两个咱一个行啊内底，因为行啊内底到暗的时候黑暗嘛。啊，阮就伫5当前啊，吼，就做一寡艺术品当食，啊，甲规条行啊，甲点光点无倒。啊，点无倒了吼，就像点倒了后，咱就缀这个节日对无？缀这个节日，佮办一寡活动。啊，所以阮伫规年冬天，阮这行啊，有充满阮北港囡仔细汉时阵一寡好耍的游戏，吼，游戏拢会出现伫阮这个行啊。啊，譬如这条，你也看哦，一看慢，伊即档的代志是往虾米做的？抓棒啊！对，我这个活动吼，拢会伫当年的儿童节吼来举办。啊，我来做这个市集吼，互囡仔伊的美学，伊用抓箱啊去做伊想要卖的物件，伊可能伫厝的，吼，伊这爸爸妈妈
伫咱北港是有名的面包店，啊就卖做糕点。好，啊，再来，这间看起来做成虾米建筑物咧？这间感觉啊？一个建筑物。啊，莫讲建筑物，然后咱去市集的时候，你也食伤济，啊，啉伤济的时候，你想要创啥物？哦。哦，对对，便所对啊。便所啊，便所就爱卖卫生纸，所以这间吼，这画面当初是因爸爸就是卖卫生纸，所以因囝就伫内底卖卫生纸。哦，对，就是安尼。啊，这是阮行啊，是这条行啊内底定定咧搬的代志，当然拢会办，对。来哟，介绍大家北港好食好耍吼，重点是北港囡仔，做一个北港囡仔其实足幸福。北港囡仔唔惊泡，就是阮北港做劳力的，对。啊，到吼你儿童节过来是毋是有一个三大季节的来讲咯？有一个中秋节对无？中秋节恁拢创啥物？中秋节烤肉啊，你有汉堡对对啊，迄是恁的记忆力，阮的记忆力毋是咧汉堡。啊无咧，阮中秋节哦，会放一个草球啊，放人食，啊，一个坐人食，啊，目睭看月亮，啊，阮这个草车馆顶会放白米跟饭跟卤卵，你看觅，我要做一个，阮这个游戏吼是要请神的一个游戏，啊，这个神甲这这有关系？有有关系。有看卖，你看嘛？什么款的神？因为你算这个神会来。好牙，好牙，我冇要好牙，好牙，好牙爱食卵，好牙爱食卵。我要地基主，地基主，因为地基主，卤卵袂使切。系啊，地基主拢爱拜卤卵啊，啊嘛爱有饭啊，爱鸡腿啦。但是地基主，地基主是伫恁兜咧请的，恁兜拜，但是这是咧外口呢。对啊。到底是请什么神呢？北港有尔吼。北港这个敢北港特别有诶。到底是请什么神呢？哦，有唔对吗？系啊，水家神。哈？这是阮囡仔时代记忆力啦吼，所以这个故事安怎流传，其实我嘛唔知影。啊，咱再看一下到底伊是安怎来算好无？咱甲看一下。哦，这吼，啊，你即马一念的这个咒语啊，咒语啦吼，啊，其实传统是安尼。我迄天阮咧办活动，我做惊水鸡仔神真正复兴伫即个囡仔身上，啊，所以阮咧对时代进步对无？咱就摕 LED 灯代替迄丛香，啊，你对吧？摕香，大家燃香，安那念？对，啊，即个一个囡仔拍伫遐，吼，拍在那四骹，拍咧困安尼啊，啊，其他囡仔甲洗位置哩，啊，开始将热丛香，啊咧。水鸡仔神，水鸡仔宝，请你8月15来阮兜食白米饭，配无卵。啊，你安尼讲啊，讲啊到尾，四脚神会就你的心，你就开始跳，开始跳。这是有影的，有影，这是有影。你想要算看卖无？啊，无咱来试看卖。但是你有香无？甲摕过来。但是你要注意哦。四脚是若上身了吼，你知四脚一开始跳喺倒，你跳喺潭内底，对，伊爱食水嘛，所以四脚是水陆两栖，懂不对？啊，所以迄个时阵咱来甲保护，啊，你囡仔时代吼，水沟拢无看过，一上近的所在，伊会跳去水沟内底。哎呦，所以咱来保护，我惊后一个跳电手。人家去顶水，食水啊，食水啊，咱来试看卖无？咱来试看，我还原一下。你要做戏卡，来，围起来，你拍，安那围起来对，咱夹一支，夹一支好。OK，你边还了，开始画，你真正要牙油。你爱拍嘞，安尼吗？好，咱开始，好，看。水鸡仔神，水鸡仔宝。请你8月15来阮兜食白米饭，配卤卵，上身。哇！哦，紧来，保护啊！你别上，去变瘦啦！别上去变瘦，咱袂使翘班，啊，那会无人要来搞位啦。
想讲看你会走去对。无甲伊保，无啊，你拢无家己保护。所以你细汉的时阵中秋节就是安尼算哦。你跳无人家保护，代表你无朋友。哎呀，你讲伊会伤心啦。你囡仔若是中秋节的时阵开始算这个请水鸡啊神，你安怎？我会讲哦，好啦，无你要跳去对你跳。无啦，你请来了，你爱安怎叫伊退？系啊，其实吼，会甲。无，安尼嘛会使啦。通常阮会甲合咧，往咱身躯甲保护甲合咧，伊就醒哦，合袂就请啊。伊就醒哦。哦，咱来甲伊合的，你甲合，合。我哪直接？我拄则是伫咧变数。不是，北港妈祖婆做只活动，其实甲妈祖婆有关系嘛。咱大家拢知妈祖生是旧历的农历3月23点，其实阮北港上闹咧是伫旧历的3月19到20。这2天阮拢会办桌，家户拢会办桌。所以有一句话叫北港人无请北港人。那安尼感情才无爱。对啊，我嘛是安感觉啊。因为安怎好一个，假如你是咁惊你是北港人啊，你也办桌，我也办桌。我好一个你来我请，你的主人你拿我多少请？我嘛是主人，所以这句人北港人无请北港人，就是咧形容当初是北港办桌这个盛况。所以才有这句话。是，就是家户大家拢办得到。大家拢主人啊，你就请这外关市的朋友、亲戚朋友啊、同学啊，大家来向北港请。互咱请的顺对吧？吼，即通常拢请，非常澎湃嘛。但食到尾的时阵对啊，伊会出一碗公的水，水，碗公的水哦，你要食煞时候会出一碗公的水哦。你看卖，伫古早的时阵，为什么会出这项菜？逐项你想要食？食到尾啊嘛。食到尾啊，食到尾啊，大家安尼拢。好好的，好好啊！你就洗手啊、洗嘴啊、骹嘛洗安尼。你讲这是洗手的，洗骹洗手，好是讲洗骹洗手。你咧，你有这是啥物作用？我嘛是感觉洗手呢。洗手哦，你嘛感觉洗手？还有淋漓咧。洗手啊，因为已经食到尾啊。到底是啥物作用呢？一碗公的清水。一碗公的清水。哎呦，到底是做啥物用的？洗汤匙啊！为什么呢？因为古早咧办桌吼，古早迄阵咱无这个公筷母匙的这个观念，所以为头到尾啊，就是迄双箸，迄支汤匙啊。你最后一碗是毋是要食甜汤？对。你进前块澎湃食了了，你个汤匙啊一定拢油水嘛，有油水点。要怎食甜汤？伊袂过发新的迄个汤匙啊，互你啊。所以这个时阵，你会想到这碗水要创啥物？洗汤匙啊，你洗汤匙啊，捞一捞。对啊。大家做伙洗。大家做伙洗，感情才好啊。哦，对。你老我老。对。伤害先洗，对，先洗。好，你先洗。我先在洗了后，佫是一碗汤呢。还叫菜尾。这最后一个重点一定是最后才洗。等你洗清气了才洗，因为一旦你要洗骹洗手。对。所以咧。咱们去倒，我来带你来看北港老历啦。北港上老历就是有艺阁嘛。艺阁，咱叫艺阁哦，艺阁啦，艺术的艺，阁咧，吼。哦，艺阁。艺阁，艺阁就较像在美国的迄个玫瑰花的迄个火车大游行。所以一寡囡仔吼，伊会装啊足水的，迄面有安那咧跋歌戏的，穿古早衫，去你这台艺阁车管顶出来游行。所以通常即天出来，阮游行的有5天咧，为19到23妈祖生嘛，这5天拢会伫咱北港的街啊行来行去。有够热的啦！哇！那把这家人哇！伊是等啥物啊？等扫秀吗？好，等啥物吼？这就是阮北港人真味趣味的所在。因兜咧卖啥物，伊就等啥物。有曾经嘛捌等，无，美金有等过啦。冇榴莲。榴莲，弄个头在两边传迄救护车呢。但是你要想啊，真就是脑筋急转弯啦。你要想讲，你要传啥物道具，我都信伫伊物件。我看到上狂的哦，连兜曾经就摕出来。你曾经扭起来，这毋是足快，你等下对啊。嘛人钓鱼啊，鱼网啊，
吐我长点，吐到面头前，足趣味的。啊，所以什么物件拢有蛋，即马连扫帚、粪斗啊，嘛拢蛋，所以你可能来北港可能治安全无啊。你若是爱蛋就蛋酒。蛋烧酒哦，嘿，蛋烧酒我会摕。对，而且种北港趣味的所在，是啊，北港介绍好食好耍的，这个所在，我今仔个带一个我的好朋友来，伊对地方的导览啊，搁一个艺术吼一把照，伊嘛办出个活动，好，啊，即马就来欢迎你的导览好朋友哦，有老灵魂、爱文化，搁好斗阵的蔡祥论，欢迎蔡老师。欢迎香哥。这是阮北港人巷仔内特别的料理，吼，啊，这是要展现阮北港内好客甲热情。伤热情啊，伤热情啊！等，恁两个是倒位人？婚姻人啊，婚姻人，啊，恁哪会徛到这样？我到底北港，我在轮回。我倒啦，我倒啦。恁敢无食这吗？无啊，你我细汉的时阵有食过。对啊，你徛徛到这种啊？细汉我真正足久无食这规只伫遐呢。这四脚汤有两种料理方式，干湿分离。阮北港人咧食有干湿或者红烧的，啊若有青，就规只无毒无切。啊，规只好好，啊，落去炖，规只个炖落去做清汤煮。拢唔免切咯。嘿，这表示这四脚青。你会真正，大概看这个你我即摆硬起来哦，你会真正。只有你。 Oh my god！ 这看起来是在泡汤呢。嘿啊，这泡汤。你看咱这洗温泉，这脚呢吼，点点无好。这四脚汤好啉，几只？哎呀，但是你有越跳。哦，这大只的呢，好食。是啊，那北港人会爱食这哈。四脚汤早期咱台湾农村社会都有，唔是甲北港较有。哦，啊这内底足济，这就是青，这就是青才好食。啊，甲抓肉同款，都有解毒的作用。我来甲大家服务者。每一个北港人，因厝拢会煮这吗？厝内拢会煮。 早期家家户户拢会煮，啊，即马拢是观光客来咧食较济。啊，这是北港特有的巷仔内的料理。啊，因观光客嘛是拢食几只？嘿，对，啊，拢无切无毒的。因为你拄啊是水鸡翅嘛。什么？水鸡翅哪有咧食家己的？我刚好在想啊。无咧食家己的。来啦，这个啊。什么？你讲什么？报一个。你讲报一个。这几只呢？好，我摕出来，你啉汤就好。哎，另外看。哎呦喂啊！哎呦喂啊！你啉汤是一定是清甜。哦。有好啉无？哦，真好啉呢。消毒。这甲鱼汤同款，甲鱼汤的气味同款。啊，南姜啊呢，真正就是蒜头。这就是你啊。直接啉看嘛。哦，是真正足香的。好啉呢，够甜的啦。是不是有高山塔？对，高山茶，罗勒。甜，真正参像鱼汤。我想你使食吧。你表情才较欢喜的无？无水分啉啊，你北港客啦，你我想我细汉的时阵，第一摆食这个时阵，阮爸真正甲我骗讲这是鸡吧。不是，我先食吧，我食了了，阮爸才甲这只单摕出来。是真我刷一个。但是真正就好啉。口感是真正甲鸡吧。你会使啉汤吗？我啉看。你试看卖，试看卖。这汤是真正真好啉的，真正足好啉的。哦，安怎？好，你深山来。尾韵有一个蝉的味。透明哈。它是一种野味，伊早起搁第一产的啦，啊，即马第一食，所以有产的味，迄正常。啊，正常的，正常的。我感觉你紧的，都已经准备来，无甲你食济，真袂使。对啊，这哇！你这是咪上大只水鸡仔是？这爱控偌久啊？唔敢食清炖的，伊就食红烧。红烧就那像咱咧排骨酥安尼，啊，落去煎啊，规只安
红的。啊，这爱为对开始食哈。一般拢胃骹，胃骹，后骹哟，后骹啊，食起来那像鸡肉。一手手中一点。你莫安尼讲，奇怪。伊就想要啊，你甲踢落嘛？几只踢落？几只？踢脆的。好啦，该尊重感谢谢谢伊。感谢你奉献你的性命，是，谢谢。哇！手。嚼嚼。你有感觉你即摆参与一只蛇无？我是毋是做有利的？那鸡肉对无？哦，好食。感觉是。伊的肉，你会使食到伊的筋肉，足结实的呢。伊拢是有弹性啊，有弹性。有在健身。你就想来哦，安尼规地安尼。都爱秀。安尼规地，一粒，口感有结实。口感真正是甲鸡肉同款。土鸡啊，土鸡啊，对，土鸡啊，放山。有咧走。哦，好食呢。对。是不是有胶原蛋白？也肥。这是讲你吃开喽。好食。哦。这一只，差不多要100外块。好你的。我想问看啊，两只一碗偌济？两只一碗，无足贵的。无足贵。这偌贵哦？那呢？无足贵的，嘿，我嘛是要80，天场人讲80。我嘛要80，两只，120。无啊贵，无啊贵，哎，一百，嘛无啊贵，伤济，阮北港超过80去无人要食。那你就是80。无超过80。65。70。最近打起价咧。啊，原来是偌济？本来60。原地60。一只30。两只。啊，这4卡汤拢是饲的哦。饲的，即马拢饲的。早期拢是野味。它这个最好食哈。哎，愈食愈好食呢。伊一开始要食时阵，啊，你这大，结果伊即摆开始刷脆啊。会嚼。我看伊咧食时阵就知影讲，真侪游客来北港拢会食这4卡汤。真特别。咱蔡老师那是有传四卡汤来，伊嘛有传北港的大富翁，是不是？大富翁伫倒位？你设计？嘿，对，我设计。其实，我甲光哥同款，拢伫阮北港咧做导览先生吼。啊，光哥伊拢做一寡较趣味的，我拢带一寡较文化，较一寡工艺。啊，所以讲，阮要办这554海宴。啊，甲这小吃宴，我尾就甲这小吃吼，啊，甲这个工艺吼，变做大富翁，这全部拢是。对啊，阮甲阮所有的这个小吃啊，甲变做一个大富翁。哎，这什么骨尾饭哦？骨尾饭是倒位的？倒一个位？低的尾水？唔是。倒位？卡蒸？嘛唔是。像个卡蒸啊。排骨。唔是啊，我都是讲啊。骨尾呢？骨尾。排骨尾。哎呦，真正记忆会着，无简单。安尼个骨尾就是咱咧猪的肋骨吼，每一个末端，啊，每一只猪大概只有20块而已，所以伊迄个骨尾吼做嫩的。啊，所以讲这骨尾饭嘛，甲阮北港较特有的一种。阮北港做侪小吃，虾仁饭啊、鸭肉饭、鸡肉饭、骨尾饭，吼鸡鱼肚，鸡鱼肚、锅巴羹，啊，所以讲阮就甲这小吃吼，用这无共款的，吼啊内底有足侪，包括咱这，个大饼，吼啊，个米线糊。老师，要安怎摕到一张啊？哦，这张吼，咱北港的游客中心开的拢会有。免钱哦。免钱。这你设计的对。你要去倒位食物件，看这张就好啊。真正美食地图。这吼本身吼，咱设计这就是要甲咱北港的迄好吃好玩好所在，互人知影嘛。包括一寡工艺师。一寡公益之家，哦，甲街角艺术馆这老师吼，游客来北港佚佗会使来参观这些所在，所以阮就用这去设计出来。啊，你们有迄个水鸡仔汤无？有啊，内底有水鸡仔汤。有吃来。哦，伫遮。这是红烧的。哦，红烧。一般的人吼，食红烧的较敢食，啊，这吼清炖的看会较恐怖出来，但是其实。伊拢对着哇，我是不是？哦啊，但是这其实是红烧的较侪人食，真特别。哦啊，所以这个小食店其实吼，
伊拢是伫咧咱的朝大天街内底，伫咧朝天宫的这四个人当家吼，拢伫遮。啊，阮这吼这两仪八卦街吼，阮较早古早吼，这入来北港吼佚佗，因为北港哪像一个八卦街共款。你入来吼，若米烧吹，吼千万毋通做鬼。因为你会有诶早做甲下暗，而这内底里面吼会迷路，所以讲伫内底米烧吹足歹找着啦。啊，咱就会使沿着这个按图索骥，伫这巷仔内底去找一寡小食美食。吼，阮北港诶小食真正真特别，别位无诶，阮一定有，啊，阮有诶无一定别人有。拄则吼，咱讲过伊的第一张相片，有无？这朝天宫有无？伊就是伫遮顶悬。哦，哦，是厉害厉害厉害，不要翕的，伊就是为庙后即个文化大楼顶面翕落。因为吼，阮观光客若大概去，就是朝天宫拜拜了，啊，过来行这条啦，拢讲来行这条，唔知影安尼，哇，这遮大，这范围遮大，会使算。我感觉这会使甲迄云林县政府讲一下呢，咱云林导人啊轮陪啊，拢会做这个。对。啊，阮这是小食片，其实阮阁有这金店片，嘿，啊，就游客来北港吼，啊，阁会使咱这个，嘿，对，这是景点的。经典的，啊，内底有一寡工艺书，版啊，阮这工艺书内底其实嘛，阁有即个美食的小吃吼，像咱即个面线糊，有一个阿峰，你时啊是咧卖面线糊，暗时啊是咧做纸雕，吼，咱做，无共款咯，伊做纸雕，其实阮拢咧滚生笑来讲，伊是去用淡薄的一个工艺书啦，纸雕，哦，你看这做纸雕，唐吉诃德。无，这是北港的报马啊！啊，对，报马啊，对。哇！老师吼，伊帮是咧卖面线糊，啊，伊特别的所在就是讲吼，伊其实本身一个工艺师，啊，伊吼伊就是帮妈妈卖面线糊，但是用淡薄的，无其实伊开发出一个即个纸雕的作品。因为阮北港上有名就是妈祖生嘛，啊，家丁。啊，伊会甲这个家丁啊，不管是天星三太子啦、虎爷啦、北家将，还是美乐团，哦，拢变做是一个纸雕的作品。啊，我今仔是甲炸即个咱报马啊，哦，报马啊，即个 Q 版的，伊就是要弘扬妈祖的精神，哦，吊一个低卡叫知足，长长的雨伞叫长伞，哦，啊含烟感，哦，叫感恩，啊吊一个习作酒叫惜福，或者知足。长善感恩惜福，就是要弘扬妈祖的这精神。阮北港其实一个好食、好看、好所在，啊，阁有足侪真正无共款的这工艺。啊，阁有其实阮内底阁有这个街角艺术馆吼，这个。会使体验的。这会使体验的，这就是咱华兴印书局吼，伊做的这，阮这间印制版所，对咧印尼古早无影印机啊，啊，足侪人拢是。用这个手动印刷，啊来印名片。你拄则啊无显开，我想讲这咧做红菇粿。红菇粿。对。啊，你看这一个老师吼，阮这苏老师一个甲咱这嗨导览先生，真正好胜哥好看。我甲恁讲，古早咧印名片哦，等于是。一个月公务人员1/3的薪水，所以这要印名片足无简单的。啊，这吼，这间店伫阮北港的庙后，嘛是街角艺术馆。大家若来北港佚佗，毋是干食物件，佫会使来参观这工艺书。听讲足重，你睇看卖。足重，真重。哦，真诶呢，足100，规个拢是插头的，对对。这有几岁啊？这上少才80吨有啊！哇！这日本时代吼，因为阮北港就是妈祖，拢有即个香客来，啊有迄，比如讲咱迄签诗，吼啊符啊，啊因兜就是专门咧帮庙印即个签诗甲符啊，所以内底等于是一个博物馆，你会使入去内底看足侪迄字吼，那像一个。咱咧讲字典馆安尼，内底足侪字啊倒起，倒起就是像咱这安尼。伊迄字拢是去伊迄个伊迄个像宾馆啊，图片内底啊内底足侪字，啊甲迄字刻起来，啊较早刻字的迄师傅吼，一个迄薪水比公务人员较悬。哇！对，伫迄个年代算无简单。真厉害。伊这有逻辑的问题呢，这是正边的字，但是。这是倒边，对，所以伊拢倒边，拢倒边。啊，啥物安那？我看你插袂不到，加快插。哎呀，你是咧做法呢？天，就要做法啦。你欢喜啊？有食着啦，嘛有拜拜啦，吼，啊，搁有迄甜点啦，是，啊，搁有耍着，搁看到这文化，感觉啥款？
足赞的啊！因为这阵物件真正以早去北港时阵拢无看过。真的，对。啊你咧？啊以前登去婚礼啊去北港吼，就刚刚讲要爱去拜拜啊，就朝天宫嘛，啊还有武德宫嘛是足有名的。对。啊，结果拜煞了后，因为人香火伤过旺啊，人伤过济啊，大家拢讲啊，有够人客人的，就拜煞了后，就想讲要赶紧转去啊。结果今仔日来食了后，我感觉讲后摆爱加留2天的时间伫咧北港，好食。啊，你好，咱最后嘛是爱投票，好不好？你若感觉呢，咱广告讲了袂歹，咱就家己变成一只古锥的细卡。啥子？来变细卡？对啊，对啦。来跳吗？是不是来运动这个？来啊！水行神，水行宝，请你8月15来阮家吃白饭配卤卵。还是来嘿！你笑对，来佚佗，做回来！观众朋友来。